制服團隊長官兩度企圖強姦14歲嘅姨仔。27歲自雇運輸工，尋日承認非禮同埋2項企圖強姦，受害人係佢帶領嘅制服團隊隊員，亦都係佢嘅姨仔。08年姨仔上佢屋企幫手湊1歲 BB 女，凌晨大肚太太去瞓覺，佢就揸胸摸下體，又強吻姨仔。姨仔推開佢就返房。到舊年5月，又趁同太太姨仔一齊去團體活動嗰陣，唔理姨仔同個男仔喺救生筏瞓覺，半夜企圖強姦佢。事後姨仔喊，個男仔截醒。第2日質問被告，對方承認侵犯姨仔。到11月再叫姨仔上佢辦公室，你用錢夠唔夠啊？夠啊！又強行抱佢上台，剝扭企圖強姦，仲想俾100蚊佢。姨仔向學校社工透露事件報警，警戒之下，被告承認摸過姨仔，諗過同佢性交，但對方未成年唔敢，又話後悔當日只係抱過對方。控方話姨仔事後要見心理專家，被告還押到30號等候心理報告判刑。